哦，这台糖的土地了，以前有台糖的，火车会在那个甘蔗的地方，这边可能是载送甘蔗的地方啊，人家在牛车载甘蔗来这边摆放，然后有那个新营糖厂的车会把它载到往西边顺铁路啊，然后往西边去然后再往南边到新营糖厂那边榨甘蔗汁了，然后做蔗糖。你看后来没有糖厂没有再生产以后，你看这荒废很久了，然后再整理了今天呢，工程人员来这边测量了呢，测量了以后可以做什么用？说要卖，然后是要租了，那个去哪里办？说那个新营糖厂总厂3楼，新营糖厂总厂的3楼资产课去那边填单子了。赶快，有这个好机会这整条铁路沿线都算了，这算交通用地那个有地价税的话，要租的人要付这边都可以看高铁呢。我说不能堆那个树枝杂物在那个他们的土地上这是台糖公司派人来整理的